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5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澎湖的丰贵国小张老师带学生仔做 SUP， 开各准的教学，也毋过说因为北风上过头，有4个老师甲学生互风渗到外海，伫海上浮浮沉沉，好甲这有一只渔船经过，甲人救起来。有没有看到一个红红的啊？红红的啊，前面应该是上小船。 像演过共款出来做工课，啊，毋过说看到远远的所在有红红的物件。有船了，有船了。甲船驶过去，就看到海面上有一个老师甲2个学生坐伫船顶，真无步提无路，一个学生挡袂牢嘛，伫遐哭。不要哭，小朋友不要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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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抱你们上去，不要哭，不要怕。 丰贵国小的深海教育课程，10时有3个老师带领7个高年的师生使用 SUP 立式过礁落去海里，想袂到北风收大，老师甲学生去互吹去外海，无法度转去，干那会当风掉伫咧海上，阁有另外一个女学生互吹去较远的所在。该做老师，嘛是要注意者啊。慢慢没关系，小朋友慢慢没关系，来，阿照来，来，这对。 手拉着，哎，不要怕，不要怕，慢慢，来，爬起来。澎湖海巡队10时下晡3点半左右接到报案，知影讲有4个老师甲学生互掉伫咧丰贵海峡，嘛派出2只救援船，好甲这老师甲学生拄到真热心的渔船，提早来解救，结束这个恐怖的旅程。啊，毋过船长嘛提醒，若是无了解海上，绝对袂当伫海边遮尔远。校方是表示会加强安全介护。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哦，这几天太平洋高压增强，全台湾的天气拢算是真稳定。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吹偏东南风哦，正方面的台东佮恒春半岛会有一寡短暂的阵雨，其他的地区是侪份好天的天气。过道嘛有局部短暂的雷公雨，各地温度拢伫33到35度。 其中哦，伫新竹、嘉义、南部、佮台东有所在会升到36度以上。另外，目前伫菲律宾东方哦有一个低气压，嘛有可能会发展成今年11号的风台红霞，也毋过应该袂直接影响到台湾。一礼拜啦，佮有一道新的方面会南下，到时阵天气就会较湿、较凉冷哦。今仔因为吹东南风，北部、新竹、苗栗、中部佮高雄、屏东地区空气品质是感觉是提醒哦，所以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 再来看基隆大武仑仔的海边啊，拢有真侪民众去耍水哦。前几天啊落大雨，沙坡啊雨水冲出一条，亲像是山沟，真特别的风景。也毋过嘛是有业者趁伫咧落大雨的时阵，甲粪扫水排入去溪流。基隆的环保局是表示会继续来追查。 沙坡的悬架差真多，是贵人大武仑仔沙坡的限时景观。由进前对流混合发展真旺，贵人13落大水后，近来真侪路边出现淹水。离大武仑仔沙坡小大水冲出来河道，两边敢亲像夹国峭壁。我第一次来，我们会顾着他，我们都大人都会在小孩子旁边啊，不会离太远。会有那种大雨的时候，都常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危险性一定是有啊，所以家长就要去做照护。 游客讲，即摆拄到大雨，大武仑仔山坡就出现敢若亲像峡谷相款的特殊景观。而贵人市政府是讲，因为山坡设有暗坑，雨水经由暗坑集中排入海中，才有这种的景色。不过，即摆雨真正真大，道路排水未会排出去，水拢流到路会出来，更加因此甲山坡切出毋拿一条河道的特殊景观。跟环保局大概研究一下，会用沙滩机清整里面的一些垃圾，顺便把 现在海水透过这3天带回来的沙，再把它做一个大概一个整理。另外，迄天雨真大，也造成大武仑仔溪水涨起来。不过，黄色水面开始出现白泡的污染物，民众怀疑是工业区业者趁大雨伫排放垃圾水。目前因为昨天的雨势太强了，所以我们去现场的时候是没有发现到任何的水迹啊。 环保局表示，伫现场有进行河道采样作业 ，pH 值、氧氧量拢伫标准内，无发现污染源。不过会对溪流上游大工厂进行清查，一旦发现违法事实，会上悬罚2000万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布兰斯塔德伫要卸任离开北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是报道指出，因为总统川普要求布兰斯登去美国帮伊助选。
美国驻北京大使布兰斯塔德要伫咧10月份结束伫咧中国3年外的大使职务，登去美国。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用多方的消息来源指出，今年73岁的麦是爱荷华州州长的布兰斯塔德，是因为总统川普要求登去美国助选。毋过几个礼拜前，伊才讲家己计划要等到任期结束。中国外交部表示是对推特知影的。我们注意到美方发布的有关推特。尚未收到布兰斯塔德当时将卸任的通知。国务卿蓬佩奥则是伫咧推特表示感谢，而且讲布兰斯塔德大使对平衡美中关系有贡献，和美中关系以结果做导向，更较互惠，更较公平。总统川普12日嘛公布布兰斯塔德要回来。CNN 的报道指出，这项消息是伫咧美中关系真紧张的状况之下来发布。过去半个月以来，美中外交互相比拼，美国对北京外交官有新的限制。中国拒绝美国记者邀请，布兰斯塔德找到一篇伫咧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投稿，这比中国政府这几10年以来报写美国开放的态度。他用认为内容甲事实严重不符合，拒绝来看，嘛引起蓬佩奥这比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惊吓，还有北京的虚伪。布兰斯塔德捌互合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从1980年以来就是朋友。2017年去中国担任大使，经过川普贸易战的战线、华为的禁令、香港动乱的局势、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等等。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国务卿蓬佩奥捌推文表示，川普选择布兰斯塔德出任大使，是因为伊有几10年甲中国相交叉的经验，这嘛是互伊会当代表政府，正做维护美国利益的最佳人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报纸新闻，先来看《中国时报》武汉肺炎的疫情造成国际油价崩盘。经济部暂时宣布讲，10月份的电未起价，电价嘛已经2年半无调整了。台电是表示，疫情造成台电减收工商业的电费哦。若是政府补助的经费无够，明年的4月份电价就考虑要起落。再来看《自由时报》，日本能源集团昨宣布讲，以400亿美金的计数要买英国晶片设计公司安摩，甲伊卖予美国唯独晶片的厂商辉达哦。外界是认为讲，这是半导体史上上大笔的交易案，原本的版图嘛会产生变化，辉达有可能会来争做半导体业者的领头。再来看《联合报》，经济部国务局之前要求进口的水饵，拢必须要提前来申请许可。传出讲有旅客入境哦，就算带一片的水饵，嘛需要来取得许可。为了避免争议，国务局上新的公告是讲，旅客入境哦，只要无超过250片，就唔免来申请许可咯。再来看，昨咱国内个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的病例，是一位菲律宾的查某移工哦。伊伫入境的时阵并无镜头，伫机场采检才验到的。另外，针对防疫旅馆的问题，观光局嘛宣布讲，防疫旅馆的补助要延到12月底，也毋过补助的费用对10月份开始哦，改做一间房间补助800块，嘛必须爱是台湾籍也是有永久居民证的民众才会当申请。国内阁新增一个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第499例确诊个案是菲律宾籍的20多岁女性，9月7日为菲律宾入境来台工作，入境时无症状，由机场检疫人员采检了后，前往集中检疫所检疫。14则确诊，目前收治单于隔离中。他在9月9号的时候，在菲律宾有跟10位就是跟他一起来台湾工作的这个移工有接触过哦，那我们还会再针对这些名单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匡列。虽然国内疫情缓和，也毋过国际疫情依然严重。交通部观光局表示，提供地处检疫者也是地处隔离者入住的防疫旅馆补助，将延长到今年12月底。9月30进前，依然维持每房每地补助清理，也毋过自10月7日到12月31为止，每房每地补助改做800，而且补助对象只限本国籍，也是有永久居留证的人。我们为了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并考量国际疫情及预算能够有效的延长运用，所以目前有将防疫旅馆的补助延长到12月底。
管局表示，台湾旅宿网已经建立防疫旅馆专区，民众会当直接订房；其他无公开的旅宿业者，民众会当透过各县市防疫旅馆联络窗口进行订房。目前全台防疫旅宿的房间数超过12000间，入住率大约70%，有够提供予未来有入住需求的地处检疫还是地处隔离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2900万例，有92万人死亡。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昨是新增加一个病例，目前是499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4900多例，日本超过76000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哦。美国已经超过674万例，印度超过484万例，巴西超过433万例。另外，伫欧洲方面，西班牙超过59万例，英国超过37万例，法国嘛超过42万例。再来看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哦，佮破纪录咯！伫一天内底通报30万7000外增的病例，高达全世界嘛已经有2900万人感染着，92万人死亡。印度、法国佮捷克哦，嘛拢一天出现上侪病例，出现这种的记录。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过去24点钟收到30万7930例新增确诊通报，创下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上悬病例数。全球累计确诊数超过2900万，92万4000多人病故。第二大确诊国印度，则是搁增加突破9万例确诊，达到9万2071例。另外，搁增加1136人死亡。全国累计约485万人确诊，约8万人病故。Currently, we are in a very bad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long with the increased number of positive cases, more and more number of cases patients are becoming symptomatic. So hospital beds are full. 法国13时连新增7100万例确诊，比12创纪录的10561例减少，也毋过送医治疗甲进入加护病房急救的人数继续增加。虽然6月以来各年龄层感染率拢呈现提升，也毋过官方表示，少年族群确诊增加的情形较明显。另外，多率团访问台湾的捷克12也创下单日确诊新高，来到1541例，累计3万6000多例确诊，456人病故。当局伫测试规定，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爱挂喙安，因为疫情共款提升13新增3300多例确诊。当局即礼拜起将实施国家政治部防疫措施，禁止6人以上公众聚会。Without a vaccine, we have to take a range of measures, which of course include enhanced testing, localised measures, and indeed the rule of 6 coming in tomorrow. 西班牙王位继承人国王菲利佩6岁的10岁查某囝雷欧诺尔公主，12传出因为同学确诊，需要接受隔离。依照规定，伊甲其他的同学也会进行病毒检测。国王甲王后是照常履行王室职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伫8月28辞掉首相的职务，执政党的自民党昨是当选党主席，官房长官菅义伟是摕到377票，大约是7成的选票，是加做自民党的新主席。9月16日，迈接任日本第99届的首相。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为破败侵袭，执政党自民党党内特别公布竞选党主席的3名候选人名单，就展开选战。昨是早起开始，地方党员代表票陆续投开票了后，下晡党内国会议员嘛举行投票。安倍晋三甲候选人石破茂、岸田文雄甲菅义伟伫书记换名了后，陆续领票投票。最后由官房长官菅义伟赢了，当然安倍嘛认同伊认真工作態度。よって菅義偉君をもって当選者と決定いたしました。この7年8ヶ月、官房長官として国のために、そして人のために黙々と汗を流してきた菅さんの姿を私はずっと見てまいりました。这届党内选举有394张国会议员票，甲47个都道府县，各地拢有3张的代表票，拢总535票组成。其中出现一张废票，3名候选人石破茂、岸田文雄甲菅义伟各自摕到68票、89票甲377票。菅义伟因公司摕到7成的选票，伊承诺会照安倍路线做好这未来一党的任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拡大をするというまさに国難にあって政治の空白は許されません。选举结束了后，郑义伟嘛伫10时暗头召开记者会，针对自民党未来防检加即马发生的防疫经济这问题提出应对说明。嘛伫16正式为安倍晋三手头接任首相的位。记者电视台整理报道。来看美国西岸野火，佮伊咧看烧哦，伫加州佮奥勒冈造成至少35个人死亡。一向无相信气候变迁的川普，昨伫加州的时阵哦，强调讲应该加强三纳的管理，引起当地官员的不满哦，嘛甲川普起冤家。拄熟视摄也会当看到野火伫咧拖，白色的烟豆豆啊，甲砖仔头包围掉咧。美国加州甲奥勒冈州的野火。上无已经互35个人无命，伫8月份到今烧掉的面积是要到200平方公里，等于讲是超过半个台湾。总统川普则是访问加州，伊本身是气候变迁怀疑论，甲野火规定森林管理有疏失。This is one of the biggest burns we've ever seen, and we have to do a lot about forest management. Obviously, forest management in California is very important. 川普甲加州官员进行干保会议时阵，州长纽森坦白讲，加州的森林管理会当做啊更较好，啊毋过各项证实气候暖化是真实的，而且继续伫咧恶化当中。希望川普尊重无共意见，会议顶管各官员质疑川普的立场，两个人当场你一句我一句。I think we want to work with you to really recognize the changing climate and what it means to our forests, and actually work together with that science. That science is going to be key. Okay. It'll start getting cooler. You just watch. I wish science agreed with you. Hey, well, I don't think science knows actually. 川普无相信科学，顶礼拜伫咧内华达州的选举场带头违反室内袂当群聚超过50人的防疫规范。当地政府警告无排除对主办造势活动的公司开出500美金的罚款，甚至是撤销营业执照。西方有野火，啊，若是墨西哥湾是有先急做日记飴风的沙粒一直挖过来。路易斯安那州的东南烟花沙粒预计伫咧拜日暗时到拜三透早登陆。政府警告华币可能会出现3公尺悬的影，包括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啊，还有阿拉巴马州，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报道，美国追问案的记者伍华德，伫明仔载要出版的新册有讲到，川普伫2017年就任了无偌久哦，美国甲北韩的关系目紧张到特别战争，当时北韩试射就这一大道飞弹哦，美国嘛考虑要使用核子的武器来对付，当这时的局势是非常的紧张，也毋过白宫的官员嘛毋知影当这时的川普敢是认真的。美国甲北韩的关系这几年会使讲是千变万化，即马阁有新册别消息讲，双方2017年的时阵险啊拍起来，公布这段故事的，就是公开追问案，和美国前总统尼克森落台记者伍华德。伍华德要伫15出版新册《愤怒》，内底讲到当年北韩成功测试真侪种飞弹，而且测试就这弹道飞弹，和美国真受气，送伊一粒导弹。经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唔通乌白来，啊毋过3礼拜了后，北韩搁一改来试射射程会当到美国本土的就这弹道飞弹，这嘛互美国考虑讲要动用80粒核子武器来改变北韩的政权。Rocket Man is on a suicide mission for himself and for his regime.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dy, willing and able, but hopefully this will not be necessary. 迄当阵，美国总统川普真侪届伫咧媒体呛声，若是金正恩阁无存在，会面对真严重的后果。册内底嘛引用川普的讲法，讲金正恩嘛认为讲双方险啊站起来。Trump said when Mike Pompeo, then the head of the CIA and a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visited North Korea in late March of 2018, Kim said, "We were very close," referring to war. 啊，毋过伍华德指出，虽然讲甲大学已经提出作战的计划，啊，毋过无认为讲川普会先动手，计划落尾就放伫遐，了后北韩停止试射一段时间，双方的关系嘛，伫咧过当年川金会了后有变较好一寡。啊，毋过会后金正恩提出分阶段无核化条件去互美国拒绝，了后谈判就无进展。就算讲是安尼，真想要拼连任的川普，这个月初早也是家己曝光，甲北韩的议题处理甲真好。Remember North Korea? Remember they were going to be at war with North Korea? Where's the war? Where's the war? Where's the war?
另外，外界嘛真好嫌北韩的疫情，胡华德表示，川普捌证实北韩的疫情真严重，毋是像平壤政府讲的同款，无人确诊。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抖音国际版哦，决定讲敢要转手的最后期限。不过美国 Microsoft 是表示哦，因提出要买断美国市场的提案受到拒绝咯。外界嘛要讲最后应该会卖予 Oracle 甲股文，不过这个交易嘛必须要经过美国国家安全的审查。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瓦近，也反中羁押的川普顶礼拜搁对抖音施压，表示9月15号进前需要卖出国际版美国业务，若无就退出美国市场，绝不延期。So we'll either close up TikTok in this country for security reasons, or it'll be sold. I'm not extending deadlines now. 川普外交官员上早开始洽谈这条生意的微软，拜二正是双方谈判破局。动医部公司立即跳动已经拒绝因买断美国市场的方案，外界推测，甲股份真可能成为最后买家。华尔街日报甲路透社随后报道指出，甲股份已经赢得金标，也毋过合作内容大救水。根据双方草拟的协议内容，甲股份将成为立即跳动的技术合作盘，将以小可入股的方式成为 TikTok 美国公司的股东之一，负责管理 TikTok 美国用户数据。Well, I think Oracle's a great company, and I think its owner is a tremendous guy, tremendous person. I think that Oracle would be certainly somebody that could handle it, yeah. 美国媒体指出，甲股份会当出线主要是立即跳动的投资股东，包括发大西洋、昂山资本两间美国创投公司伫背后运作，加上甲股份创办人艾利森是川普的支持者，也互甲股份占尽优势。不过2礼拜前，中国当局为了反制美国，特别颁布人工智慧技术出口禁令技术批准，立即跳动将 TikTok 相关演算法 AI 互动技术卖予美国人。甲股份甲 TikTok 的合作模式敢是符合中国的标准，敢会当互川普愿意化解国安疑虑，牵动中美拍科技战的敏感神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法国的前总统基斯卡，因为喘气困难，今仔是带入去巴黎病院治疗。基斯卡今年94岁，是法国年纪上大、阁在身的前总统。再来看，受到疫情甲香港版国安法影响，美国总是针对香港的旅游警示，甲第2级的提悬警格，提调悬到第3级，重新考虑。再来看，中国利用假消息来宣传哦，又搁互掠包咯。最近伫推特有一段军机敌机的画面哦，互发现讲其实是利用遥控飞机来翕的。外界嘛测讲中共哦要用遥控飞机，敢会使得拍赢台湾还是印度？再来看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讲，王金平去海峡论坛是要去求和，嘛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弹。党主席江启臣嘅要求贵方必须要回失的，也毋过是一直等袂到中国方面的道歉，所以国民党就决定讲袂以正党的形式去参加论坛。王金平嘛讲哦，党要伊去，伊才会去。衡量目前两岸的整体气氛，其实不利双方的交流对话。国民党宣布第12届海峡论坛国民党代表团决定不以政党形式参加。第12届海峡论坛，国民党无要去参加，因为求和的讲法引发党内反弹，嘛等袂到对方相关董事人的公开回释咧。伫对等尊严的主张之下，国民党决定无要以政党的形式参加。我们没有收到这个书面的道歉。台湾的民心非常的脆弱，因为两岸长期的紧张哦，很显然看起来台湾社会对这个新的说法还没有办法完全的释怀，这才是我们最后改变决定的这个原因。这个已经是施行有长达12年的活动，他们还是可以用个人的身份去出席。文团会主席王玉明强调，两岸关系真复杂而且敏感，任何不当的评论甲行为，拢会互真歹累积开的善意甲好事受到严重的伤害。经立法院长王金平嘛决定甲党共进退。立场是党来请我担任团长，党要去我就跟着党的意思走，党不去我就不去。如果没有得到平等跟尊严的对待，去也没有意义了。
为国民党决定由王金平带代表团参加伫厦门顶场的客家论坛了后，风波一直出现，唔但有蔡王会团内的讲法，阁有中国央视求和的讲法。国民党内底有未少反弹的声音，党主席江启臣、秘书长李乾隆等高层主管，马连续甲王金平面会参详，但原本交流的美意煞变调，以取消行程来收场。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前台北市大安区的里长朱雪忠本身嘛是空手道的高手哦，之前甲人比武，煞甲对方断骹筋，被判刑6年，煞偷渡落跑去中国。刑事局伫9月13收到中国公安的通知，讲已经抓到人咯。昨下晡嘛，甲伊为中国厦门押转来台湾。穿着迷彩外套的朱雪忠，全副互一装备、互隔离衫，还有互目镜以及喙安包安，甲过去撞害形象是完全拢无同。朱雪忠原先是正心道场空手道道馆的负责人，因为比武失脚斩断柔道高手王耀林的骹筋，被判刑6年定案。不过事后找无看的人，遭到通缉。虽然逃亡期间伫台湾别有拍卡记录，也有委托律师申请再审，也不过一直到这个月13有媒体报道，伊早已经在6月对屏东坐船出海，偷渡走到中国去。外界知讲，朱雪忠原来已经走出境外。刑事局13暗时互中国公安通知，已经抓到人啊。这是2方经由刑事协议，才甲人抓到来归案。他的报应啊，他应得的报应啊。反正他就是个没肩膀的家伙，所以没什么，所以这也不意外啊。说实话，他如果有肩膀，他干嘛要逃？受害王耀林表示，无意外朱雪忠逃亡，而朱雪忠下晡对中国厦门坐飞机送登来台湾了后，3点5分在上山机场落地，先进行新冠病毒的采检，结果接受检方是新的新闻，所来直接被阿王台北看守所的隔离加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9个月大越南查某婴仔，因为肝出问题，爱随做换肝的手术。婴仔的妈妈主动指责台北验证哦，落尾卫生福利部甲台湾驻越南的办事处等单位合作，伊即马已经顺利完成手术了，妈妈是真欢喜、真感谢。汤姆甲本来小大伫外妈的怀中困甲真甜，伊是来自越南只有9个月大的邓小妹妹。去年10月出世了后，伫越南确诊着胆道所闭、低输肝衰竭，性命危急，需要换肝，也毋过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国境继续封锁。伊的妈妈主动写批向台北营总求助。At that time, I have to be strong so that my baby can be reliant on me, so that I can protect her, and so that I can overcome all the challenges. 北营表示，邓小妹因为病况危急，卫福部调去合法签证，伫今年7月20来台就医，无受14天伫厝检疫限制。来了后，经过 PCR 采检是阴性，遂安排带入负压加护病房，接受气管插管加呼吸器治疗。二来因为病况无好，紧急进行活体肝移植手术。虽然母囝2个人采检 PCR 拢是阴性，也毋过考虑入境只有6天。医疗团队又愿采取上悬规格方法，伫独立空调房间做手术。由母亲捐出倒变肝20%，提肝手术时间大约5点钟，实际手术时间大约8点钟，成功完成手术。活体肝移植的手术本来就有5%的失败率，不管是接血管、接胆管、接动脉。那动脉我们这边的整形外科接得非常好，那我们有信心90%到95%的成功率以上。但问题是，小孩子的状况手术前如果不好，像他都插管了，感染的风险，各式各样的风险，其实压力非常大。这也是北营肝脏医师团队继续今年2月底去越南进行2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了后，再次人道救援成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电的武界坝，因为水门故障冲出大水，造成4个人死亡。交通部长林佳龙是表示，意外发生的所在哦，本地就袂使录影。交通部嘛将对相关的管理办法来检讨。直升机伫溪谷顶悬灯时，总算找到失踪的姓罗查甫人，不过找到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也真早。武界坝意外当中第4名罹难者，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会针对相关的管理要点进行检讨。一些非法的露营区，这也涉及到它的主管机关，好，从中央到地方的单位都有。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各单位能够尽速的那全面的做一个检讨。
严家良指出，这摆事件是伫非法的所在录影，以协调各主管单位落实管理要点。对这以外，某界部内村民也质疑某界把安全性，因为无有警放水已经毋是第一摆，河水尾居民是真惊吓。这已经发生很多次了，但是不了了之。很多摩托车啦，很多我们地方的那个引擎啊，都被水冲掉了很多。当地村民表示，会伫15向台电陈情，历任者家小弟是毋是对台电提出国赔，暂时无愿意加做说明。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台电是初步认为，这有可能是因为电缆断电的功能无发挥，才造成水门向拍开哦。详细原因搁会调查，也毋过咱来看北部的翡翠水库哦，水门拢是靠人工的操作，有侪人做伙来监控，嘛需要经过主管一关过一关的同意，才会当来开水门。主任，这是闸门操作指令，我们准备要开闸门，那我依规定我拿钥匙给你。好，了解，收到。翡翠水库闸门开开，头一道手续就是先有一张由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核发的闸门操作指令。值班台电工作人员确认了后，刷来管理局工程师对密码保险箱提出8支锁匙，再交由现场台电工作人员代为操作。8支锁匙分别插入8道闸门控制面板，用手来开闸门。现场至少是有2个人以上来监控。会有水库人员在这边协助台电他们操作的这个情形有没有正常？局里面的这些科长、股长，他也会收到简讯说这个闸门组已经开启动。水库闸门开开有2个机制，若是放水的提前2点钟通知，同时经由广播通知下游民众。另外，发电放水规模较细、水量较少，是在20分钟进行通知。不过，这摆南投仁爱乡某界水坝闸门在无人操控之下，雄2摆开开，水一下就下出来。台电强调，非人为因素，一开始传出来可能是鸟气线走入去造成线路问题。而台电即阵初步研判，可能是传输电线作业不良，造成闸门故障。蛇老鼠入侵造成线路短路的可能性暂时先排除了。我们认为有可能是传输电缆它绝缘不良，造成误启动，可能是这个因素啦。但是最后的原因还要等事故调查报告出来为准哈。水利署强调，这群会对全台水坝水闸门进行总体检，避免事件重演。台电也强调，会进一步对其他设备进行更加详细检测，并且会精细闸门操作防呆机制，即阵配合检调查，若是有人为疏失，一定负责。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陈其迈宣布轻便的铁路轻轨第2阶段的工程要复工了。伫大顺路段甲美术馆的路段，因为一直有争议，新闻局顶礼拜嘛举办5场的公听会，来收集里面的意见哦。中华艺术学校嘛表达讲真不满，因认为除了安全的问题，阁有摄影的问题，这拢需要解决。高雄市立美术馆附近的中华艺校，民国78年因为校地互征收，起美术馆路造成校区分做2边，每一个景点拢有学生为了上课来回2个校区来经过大路。学校烦恼讲，轻轨理解若是要经过学校中央的美术馆路，毋但增加学生过大路的风险，跨度对20公尺缩到12.6公尺，也可能互家长接送学生时交通大拍架。家长的接送区造成的这周边的混乱。我相信大家也常常听到，美术东二路跟东四路常常车祸频频。那如果轻轨经过的话，那势必有可能是雪上加霜。那安尼，美术馆路短短100公尺就3个车行顶，到设立大路只有20公尺。学校也烦恼讲，轻轨动车也是风鸣警示这声音，可能影响上课。对学校的困扰甲质疑，高雄市疾运局讲已经了解学校需求，会交由顾问公司去评估。南北校区的通行是不是要设置一个天桥来做一个分流，或者是让他们来做一个学生的使用？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有请我们的一个顾问公司来做一个讨论啊，轻轨行进的一个的噪音要符合我们的大众运输噪音的一个标准。由轻轨第2阶段复工，沿线里面2边无同意见，疾运局强调会继续沟通来取得上大社会共识。学校也讲，毋是无赞成轻轨兴建，不过希望市政府应多多考虑学生安全甲上课权益，提出具体改善也是配套做法，解决学校甲家长的顾虑。记者综合报道。
国家发展委员会设立的政府资料开放平台，地方县市政府的排名是台东县排第1咯，台北伫6都是排第5名，台南市上尾名。台北甲台南个抗议讲哦，国发会用数量去排名，这种的方式并无公平。为国发会政府开放资料平台，用伫遮找找任何需要政府资料。不过，因看到台北市议员于2019年的资料显示无回复，国发会网站七七公布政府资料开放平台，各地方县市政府开放数量评比。台东县以3713笔的资料摕到冠军，新北市共款以3000多笔的资料是第2。不过，台北市政府只有1109笔，是6都当中倒头算第2，台南市是上尾啊。透过时间切割的方式，或是透过空间切割的方式，就可以把一笔资料呢，最多可以创造从5比13到159笔。所谓的施政透明度跟开放资料集的数量，它绝对不是画上等号。这个资料集只是说我们资料归类的方式会不一样，下载下来的资料，我从不同资料集下载下来。我要使用的时候，我还要再把它合并。台北市府资讯局指出，安尼冲量排名标准无公平，无回复资料，也只是网站平台甲国发会网站有时间落差。政府资料开放应该以市民使用方便为原则，免以资料冲量当作是指标。比如讲，台北市免费网站热点全部整合做一笔资料，呈现伫地图上，方便民众找出热点，不是以无共款的行政区拆线为分。我们其实并没有做这个资料开放的一个排行榜这样一个好，这只是纯粹就是把量显现出来。国发会澄清，政府资料开放平台并不是以资料量排名取胜。自从105年起，国发会朝向提升政府开放资料品质，只符合机器可度开放计设都会有金标奖。目前已向80派政府机关达到金标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在地新闻哦，屏东东港海滨国小学校有类似雕刻的课程，老师带学生刻王船甲黄金牌楼，加东港在地特色，嘛甲作品关乎东港的东龙宫哦，描方是感觉真水嘛真有意思，嘛希望讲有机会来开发真做文创商品，互信徒留做纪念。看到这座木造的模型，目睭尖的信众就随认出这是因平常时真接去的东港东龙宫外口的牌楼。原来海滨国小开办类似雕刻课程，用家乡在地文史建筑做题材，老师指导学生刻出东龙宫、黄金牌楼和王船的模型，送给庙方。那今天刚好有机会把它做的东龙宫的王船跟黄金牌楼的这样的文创品啊，我们今天拿来送给东龙宫。那未来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文创设计，让我们东港的一个在地的银软文化、海洋文化能够拓展出去。东港东龙宫是台湾真出名的王爷庙，祖述文曲千岁，每3档拢会含砖头7个角头举办爷王，最后将王船烧掉，求平安也消灾解厄。当海滨国小的老师用镭射雕刻设计出模型，囡仔遐囡仔仔注心甲房仔斗起来，甲王船的模样保留落来，也将这项重要的在地文化刻伫因的心内。而且甲咱这有为的青年感谢大家头壳足好的，会当设计这个文创产品出来。庙方收到这份礼物也真欢喜，望未来设计 DIY 课程，替海滨国小斗宣传，也互信众体验刻王船。这毋但会当推广在地文化，也伫无来过东龙宫的民众的心中留下对寺庙的印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过去屏东县南滨乡的联合社区关怀据点哦，只要上音乐课哦，拢是使用时代家己做的环保乐器。最近嘛，佮用茶来做鼓，社区嘛请老师来教遮阿公阿嬷讲鼓，来演奏因家己的传歌，来嘛做伙来欣赏。先斟酌啊，听老师拍这条乌雅会的节奏，再佮换学员亲身体验拍鼓的感觉。台顶的人练拍片，台下的人也有人用茶棍啊、讲塑胶桶对咧摇摇摆摆。1点钟等于就爱一日的快乐，一日就爱等于1个月的快乐，真好啦！唔捌拍啦，大家大家好耍啊，乒乓球啊。
屏东县那边乡的仁和社区常常替时代办乐团的活动，不过过去拢是用环保的塑胶杆做乐器。去年为着提升乐器的品质，船长和证人同齐打造这种用茶落去做的乐器，而且对当地民谣出发，希望拍出属于当地的歌。顶年阮有编制阮的仁和村的村歌，我是讲要把阮的村歌发扬光大，互愈侪人知影阮那边乡。接触这个东西，了解说其实它也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困难。那弄歌那唱歌，仁和社区的长辈无分查甫查某，拍鼓齐做伙，因讲要继续用音乐创造更较侪快乐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政府规定，对17开始，台湾制作的喙压膜拢爱当 ND 医疗喙压加 Made in 台湾的字样来做标示，违法防抓着上最使罚200万。目前已经有一间公司有摕到4组的钢印哦，按算一天会使交出20万片的喙压给政府。喙压顶头当 Made in 台湾制作加 ND 医疗用的标示，伫桃园的现存科技。首先分配到4套会当当上钢型的大人的喙压模具，是全台湾第一间做上钢型喙压机器的喙压国家队。新 MD 跟 MIT 钢印的这些的产线的产能会全数交给政府供实名制征收使用。那预计的话，一天是上缴20万片。伫进前发生生命侪喙压，内面有含中国侪喙压的代志。政府为着要重新建立国人对生命侪医疗用喙压的信心，9月17开始生产的国家喙压拢爱当Made in台湾 MD 领有防费，违法的相关会让依照药事法罚200万。加强这个源头管理、通路稽查以及末端销售点的稽查，那市民可以放心到这个合法的流通点去购买。通市长陈文才也讲。喙压工厂卖场、药房、通路，也个上尾溜的销售点，自9月17新制实施进程，将会全面稽查完成，袂当因为有少数的不法业者影响个人的信心。另外，囡仔的喙压需求量增加，也请各厂商开发无同款样的囡仔喙压，互囡仔挂起来较舒适。记者综合报道。按照108年的课纲，高中的数学要有计算机的教学，也毋过大学入学考试嘛是无开放使用计算机，也毋过有高中老师就认为互学生使用计算机，会使来减少复杂计算，学生才会当来分析甲理解数学的重点。拍开数学课本，画题目爱配合计算机使用。108课纲上路，高中数学规划爱融入计算机教学，按过限制教学大学入学考试，却无开放使用计算机。计算当然是有必要，但是有些东西比较繁杂的计算，其实已经是不需要了。要查表啦，或是有一些是无理数的部分的计算，这些东西来讲，其实能够省略就尽量省略，因为它只是一个概念的东西而已，应该是可以比较多的时间去做一些理解。用计算机能减少较麻烦的计算，将重点放在分析甲理解。目前应用伫三角函数、指数甲对数这单元。规个高中数学课纲有1/3用是计算机。有老师认为，卡数只有教学应用，平常时阵却无开放，那爱就无法度显示新课纲强调的素养。中心的立场一直都是抱审慎推动，我们比较会建议就是教学现场他们可以先推广，并且累积使用的经验。对计算机这个，我们也是非常的审慎。大考中心指出，开放使用计算机，无论是互学生家己准备，或者是统一来买，以及身心障碍者学生如何使用这方面，拢爱先行评估。所以也是希望应成以教学现场使用较确实为主。目前无具体开放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打狗乱歌团的主唱严英玲，这个月初5，雄雄伫舞台顶头过身，将伊的亲人甲朋友用音乐会方式来送伊最后一程。台面中温暖的歌声，亲像严英玲悠然在世唱歌。只不过这场特别的音乐会，换大家唱歌给伊听。投
倒数六乐团嘛用歌声来怀念因永远的兄弟，因一定约定后世人搁要做伙做音乐。只要大家拢吃台湾米，爷儿孙仔人个出头天。参加音乐会，亲戚朋友甲民众嘛做伙快乐喊声唱歌。严永玲伫5号伫万丹舞台昏倒煞来过身，上届唔甘的就是因牵手。严永能他1天当2天在用，他不停的创作、表演、教学。9月5日，他选择万丹作为他转进的舞台。去远方佚佗，期待着他会继续带来令我们惊艳的新作品。音乐会进前，文化部长李永德嘛代表总统颁发褒扬令予家属。家属讲，今仔日是严永玲人生的毕业典礼，因相信严永玲只是去另外一个舞台，继续唱伊上爱的歌谣。记者陈家军、刘伟做屏东报道。严永玲创立打狗乱歌团，伊会写歌，佮高唱，对台湾这个土地有真深的感情哦。伊全台湾家透透用走唱的方式，甲大家来博感情。每礼拜伊拢会为高雄到屏东，甲大人囡仔做伙唱歌。伊认为讲会使付出，就是上大的福气。红豆仔洗伫下淡水，将香芒甲浸落去。虽然无配音乐，歌声介温暖，写的是万丹的红豆仔，这嘛是叶永玲最后的创作。老师，你是毋是有迄个时站，有迄个时间，是毋是当来万丹表演？我要甲你的迄个歌唱的水，台湾话迄个闽南语的水，互更较侪人知。当初是柯典维拜托伊写一条万丹红豆的歌，按算5号伫个万丹的舞台发表，想袂到叶永玲突然过身。大力音乐创作超过20档，对爱河边做街头艺人开始，叶永玲定定拍着一支吉他，唱的拢是对台湾、对土地的感情甲故事。伊较早若去庙口去装卡表演，遐阿公阿妈就你咧唱啥听无啦？所以老师会讲我会当唱遮阿公阿妈听有的歌。外号短短的王洪平。自少年开始对严老师已经14档，伊永远会记得10档前的专辑摕到金曲奖的时，老师毋是带大家去庆祝，颠倒带因去做田。伊无带阮去记者会，因带阮去庄脚挂稻啊，做七人伊要安怎做，土地互咱的温度是啥？其实真侪人毋知影。叶永玲这几档嘛，带团员去乡村陪阿公阿嬷甲囡仔弹乐琴、唱歌谣，有时嘛会去幼稚园教囡仔唱台湾歌。是用老师的歌来做教材。老师有甲我讲吼，你当用你的方法，然后会当带遮囡仔用。跳舞的方式来学习咱台湾的母语。今年金曲奖入围4项原住民的创作歌手地小军，嘛是伊的徒弟。伊真感谢师爷教伊安怎唱出故乡的故事。你的创意啊，就是来自于他怎么去想事情。包括我有时候在演出啊，安排歌序，或者是我们在部落办活动，你要怎么把元素去拼凑啊？就是会很多灵感都是从老师那边来的。在台湾，非主流的创作歌手这条路无简单。不过叶永玲在生要是坚持逐礼拜写歌。他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很会去自己开发机会，然后也让他自己就是他一直不断的在前进。叶永玲常常讲，半暝拢有歌灵行来梦中，才会再写出这么多歌曲。团员传承伊的精神，嘛希望即马伊变做歌神，守护家人朋友。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屏东报道。有科学家伫金车的大气站发现一种气体，因讲这嘛表示讲金车今后有可能有微生物，咱做伙来了解。表面是大数沙漠景观的金车，是离地球上近的行车。
结果甲地球真类似，毋过伊的大气层真高而且有毒，表面温度要甲摄氏400外度，所以英国方认为这是无适合巨大的星球。毋过有科学家伫实时指出，金星强酸大气层当中发现号做磷化氢的气体，可能有微生物。I was just stunned. I mean, I did this as an interesting experiment. I'd never really thought about detecting it. I thought we'd get some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some limits on life and Venus. But yeah, it was stunning to actually see the absorption by the phosphine molecule turn up in our spectrum. 磷化氢是一种无色、有毒、有鱼仔臭臭味的气体，一般伫咧排泄物、淡水地顶顶真垃圾的所在。伫咧地球敢若有无抗生素的生物，才会产生磷化氢。科学家先用夏威夷詹姆士克拉克马克斯韦尔天文条件来观测到磷化氢，再搁用智利的阿塔卡马大型河米甲次河米坡天线阵电波条件来证实。研究结果伫咧期刊《自然天文学》来发表。学者指出，磷化氢对生物来解说较合理。Es que está produciendo esta molécula. Tenemos dos posibilidades. Una implica la existencia de microorganismos que la producen y la otra no implica la intervención de ningún mecanismo biológico, ¿no? We're thinking, or we speculate, that life would be some kind of microbial type particle, something small, that can live inside the liquid droplets on Venus, where it can be protec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environment. 科学家嘛怀疑讲，金星的原粉虽望高城是硫酸粉，毋过气温敢若摄氏30度，可能有藏超强耐酸性的空气微生物。科学家嘛建议会当搁派探测器去金星来确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民众的生活，因为已经出现大改变哦。因为本来就定定加班的学校到1月，毋但爱补课赶进度，嘛爱做防疫工课。另外，伫厝内工作族群，因为翁仔某伫厝内的时间变长，感觉厝是上细间，想要换厝的人嘛袂少。新加坡出现头一间狗血宠物专卖店，少年头家讲哦，希望会使改变新加坡人对狗血的看法，嘛希望会使规矩同教育，互囡仔来了解生态甲相关的知识。最近全世界拢正时间饲狗血，听讲咱台湾的桃园嘛有一间狗血博物馆在筹备中。一堆狗血历史，互人起鸡母皮，安怎也拄袂着害虫。是咱人普遍对狗血的印象，毋过世界上有袂少人将伊当作宝贝来饲，甚至形成特殊的乌金产业链。Justice 正是新加坡第一间宠物狗血专卖店。饲狗血伫美加地区已经真久啊，新加坡确实真罕见。创业的头家叶约翰3年前开始饲狗血，发展高大，开启实体店，伊想尽一切努力改变新加坡人对狗血的负面观感。未来也要甲学校合作，教导囡仔狗血甲生态的科普知识。I'm trying to change the misconception and educate, young people, children that actually ants are very enriching. They are so important in the ecosystem. If we could actually just learn from the humble ant.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the ant can teach us, like perseverance, being headstrong. 人客真侪囡仔个是，仅仅看到一顶狗血伫因的手，无用试试。Justice 提供超过30个在地品种的狗血，价格为13块新币到300块不等，大约代票300块起，会当讲是都市居民唔免用伤侪时间甲金钱的好选择。Well, actually, I would love to. In fact, I came here just to sort of browse around and see what ant would be suitable for a beginner like me. 虽然台湾伫2014年就有狗血专卖店出现，不过宠物狗血的流行最近亲像搁较时行。社群网站有袂少饲狗血的 YouTuber 甲社团兴起。目前世界上头一间狗血博物馆也当伫桃园市筹备中。看来世界宠物狗血新事件才当要起步。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今仔天气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头家。今仔日是要叫我来教大家数圆啊呢？我是袂晓啦。不过我会使来教大家一个词，数圆啊汤。数圆啊汤汉字写做数圆啊汤，罗马字写做12圆啊汤汤。数第一条，圆第5条，啊第2条，汤第1条。数圆啊、铺圆啊、食圆啊，是咱一寡节日的民俗。不过伫台语的语序里，有一款圆啊是袂当食的，就是数圆啊汤。数圆啊汤的意思是咧讲，为着无米即位，也是报工程的时阵，摕利益去甲竞争的人对换，互因退出，通互家己减少竞争，安尼就叫做数圆啊汤。伫台湾较常听到的数圆啊汤有选举甲报工程，不过选举罢免法内底有规定，选举若数圆啊汤爱红掠去关。这叫做数圆啊汤条款。无啦，水果是我种的。数圆啊汤拢是为着大利益，才会足侪人唔惊代志逼空、宏乖、冒险咧请拼，有时甚至连命都无去，也是唔通安尼才好。人讲分袂平，拍甲29暝，意思是讲。咧分利益的时，安怎分，拢会有人感觉无公平。分到尾啊，甚至冤家相拍，冤袂煞，拍袂煞。谢谢。佫有一句俗语讲：选举无师傅，用钱买着有，是咧警惕台湾较早的选举现象。民众拢知影啥人咧买票，简单司法机关唔知。六数圆啊汤，铺圆啊，逼空，车拼，分袂平，拍甲29暝，选举无师傅，用钱买着有。大家拢知影头家我做人脚踏实地，骨力拍拼，拄着竞争的时阵吼，去甲人数圆啊汤，我才无爱咧。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